即条是甲风台相关的数学问题。吼，题目是讲，根据气象预报，某米风台下晡2点的时，伫加兰比灯塔正南方300公里的所在，强风半径是250公里，以达点钟50公里的速度为北30度西，顶速度直线向前。设施这个风台的速度甲强风半径拢未改变。借问加兰比灯塔伫强风半径内面前后拢总有偌济点钟？好，题目完全无互你读，所以图爱家己画。好，所以遮我就先画一个坐标。迄个风台，伊讲，伊是大新下晡2点时，伫加兰比灯塔正南方300公里。好，所以我就假使讲这个点是加兰比灯塔，正南方300公里，好，大概是这。好，点 A， 好，这边300公里。这个时阵，风台伊的强风半径是250公里，所以这个时阵风台大概是安尼设。吼，伊的范围，强风的范围大概是安尼。好，这个时阵风台是达点钟50公里的速度为北30度西。吼，北30度西大概是安尼。吼，为这个方向，顶速度向前。好，我就安尼画。好，大概是安尼行。这边角度是30度。好，题目是讲，就是伊的强风半径甲速度拢未改变。这个加兰比灯塔伫强风半径内面前后拢总有偌济点钟，所以咱甲看吼，即马伫 A 这个点的时阵，强风大概是安尼。好，这个时阵加兰比灯塔就是未互强风扫着。毋过，若是风台继续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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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大概伫这个时阵风扫着。这个时阵风台中心大概伫遮 ，OK， 这款感觉。吼，行到遮的时阵，灯塔风扫着。吼，我就假使讲，这个点是 B，这个时阵拄好风扫着。好，所以 B 甲 G 的距离就是强风半径250。风台即马行到遮吼，煞来风台继续向前，继续向前，继续向前。这个时阵灯塔拢互风台扫着。毋过大概到这个时阵，这个所在风台要离开灯塔啦。好，这个时阵中心大概伫遮。我就叫伊 C， 吼，点 C。好，这个时阵是风台拄好要离开灯塔。好，你看继续向前的时阵，风台拢未扫着灯塔。好，所以这个时阵是拄好要离开。好，C 甲 G 的距离同款，拄好是强风半径25。好，所以代表讲风台中心为 B 行到 C 这个过程，灯塔拢是互风台扫着。题目就是问讲，伫风台扫着这个过程偌济点钟？好，即马要来开始算吼，因为题目有互咱遮速度知影，吼，要问时间，所以咱就要算距离嘛。距离就是 BC 的距离。好，所以即马目标是要来算 BC。好，BC 的距离要安怎算？好，因为这边有30度，
啊，即边搁300，啊，要安怎来算？来算 BC 的距离？你看哦，GBC 是一个平长卡三角形，所以若是讲我为 G 这个点做悬，吼，为 G 这个点做悬的时阵，伊会甲 BC 对分，啊，即边这个角是90度，号做屈曲角，吼。啊，这个时阵咱来看吼，譬如讲我就叫伊 N 好啦，吼，点 N。啊，GMA 内面是一个曲曲角的三角形，而且这是30度，所以咱就会使利用 GMA 这三个边的关系是1比根号3比2，好，所以 GM 就知影150。啊，这个时阵咱来看吼，这个三角形嘛是曲曲角三角形。这边是150，这是250，所以咱就知影讲这就是200。这是利用3比4比5，吼，3比4比5，所以同款，这 MB 嘛是200，好，所以规个 BC 就知影是400。啊，BC 的距离知影，要来算时间真简单，所以时间就是摕距离分互速度，10点钟50，所以是8点钟。好，煞。